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免好难得交群，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免。读做免，这是文音。免的意思就是速度紧，又搁力头把，像讲赛车唔通驶伤过免。另外，这个免嘛有强的意思，拄则讲到免好难得交群，就是搁较用的好嘛拼袂过规定高山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赶不得奖。背音读做美。会当讲是火真大，日头真炎，像咱讲火真美，日头真美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美俩，这个意思会当讲是骹手真紧，嘛会当讲是溜俩。那第二个词美齿，嘛有人读做美齿，会当讲是骹手真溜俩，做代志真骨力，嘛会当讲是叫人提高境界。像讲若是顾名班，就爱较美齿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的骹手真美齿，做代志嘛真美俩，一困啊就做好势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免这是文音，若背音读做美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